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假报名牌真骗钱，假扑入网站诈骗700万。这真正是真有诈骗的手段。第一面册邀请人来加入到咱的群组，讲会当免费来报彩券的名牌，佮讲真会对哦，打真侪得奖的彩券，互人是性甲拍。结果真侪人注册汇钱加入去网站，看到得奖率遐尼悬，钱佫一直逼出来，一直落去。到尾啊，一仙钱拢摕袂倒来，才知影去互骗去咯。台北市刑警大队攻破查缺，甲31个诈骗的成员总绑起来，一个拢免想要走。大门搁较勇，嘛是好骗的小做的人撬开去。早起机房被炒掉，想要通风报信已经未赴案。危急的用台入去，前后包抄，前乌山主嫌发现讲情形唔对，就赶紧将这手机压落断去，就要消灭证据。共党嘛当时将作案的手机弹出去，诈骗机房伫面册是随机骗别的人入去到假跋筊平台，骗讲有老师的分析真好赚，也毋过网友发觉讲钱摕袂倒来，才知影被骗。被害人加入这个投资理财平台的时候，就是会有诈欺集团成员再请他加入这个赖群组。那这赖群组其实只有被害人一个是局外人，其他都是诈骗的同伙。这25岁主嫌是诈骗机房的首脑，带好体塞跑车骗41个被害人，不法的得利将近700万。警方伫1月份已经掠一批啊，这摆31个人拢总落网。